勞卷中的安息三，馬可福音6章31節，來，你們自己到曠野去休息一下。耶穌喺連食飯嘅功夫都冇嘅忙碌生活中，時常都靜靜地咁帶住門徒去到曠野嗰度休息。佢嘅身體係需要咁樣嘅休息，佢嘅心靈就更加需要對住上帝親手創造嘅美妙大自然，喺未經人工雕琢嘅美麗，喺靜默中去獲得安息。茵茵嘅碧草、沙沙嘅落葉、燦爛嘅朝陽、變幻無窮嘅晚霞，呢一切嘅景色，最能夠安穩喺繁重生活嘅重擔之下浮動不安嘅心。靜穆嘅群山襯托住倦鳥歸巢嘅畫面，係畫又係詩，係安靜心靈嘅一劑良藥。喺勞倦嘅重壓之下，喺低谷嘅微聲中，摩西要求上帝指示佢當走嘅道路。喺出埃及記33章14節，上帝對佢話：我必親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有上帝同我哋同行，就算係喺曠野荒山之中，我哋亦都能夠得到安息。喺21至22節，上帝又對佢話：看啊，我這裏有個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。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，我要把你放在磐石隙中。我要用我的手掌遮蓋你，直到我過去了。有咁樣嘅經歷同埋操練嘅人，先至能夠可以堅定咁樣企咗喺磐石上面，不被動搖。咁樣係需要上帝豐盛嘅恩典先至能夠成就嘅，因為即使係大衛喺詩篇55篇5節，佢提到懼怕和戰驚臨到我，驚恐籠罩着我。喺未有實質經歷上帝恩典之前，佢亦都未能鎮定咁面對。喺第6節佢話：但願我有鴿子一般的翅膀，我就飛走，得以安居。俾心靈喺勞倦中去得到安息係極其重要嘅，正如以賽亞書30章15節所記，因為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這樣說：你們得救在於悔改和安息，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信靠。主啊，當黑暗籠罩我生命嘅時候，求你俾我靜心等候，觸摸皎潔永恆嘅晨光，等我能夠喺片刻之間領略你嗰個無窮嘅美善，堅守我心，永遠與你同在。阿門。